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桃园机场的南跑道咧做年度的保养，结果是造成着班机大混乱、大塞机。有民众讲，伊是要到日本的仙台，前后是等4点钟，想袂到无人机会当起飞的时阵，飞到日本已经宵禁，所以班机是直接来取消。讲昨有47趴的班机来延误，其中有10趴延误超过2点钟以上，因为这个航行量真大。 延误的情形真严重，所以交通部长王国材来指示，爱提早来完工。本地按算要时间54点钟，即摆要提早到阴暗的深夜12点，就来完成。人客物件赶得赶紧走，等真久啊，总算会当上无人机啊！今日透早，还有真侪人伫排咧，拢前伫检疫柜台。 因为桃园机场昨修理跑道造成大塞机。对啊，如果等太久的话，会比较夸张一点。都晚了快20多分钟吧。那你这样整个行程耽误多久？应该是2个小时半以上。 不少人是提早几点钟到现场，就是烦恼讲无人机飞袂出去。机场的大厅早起有真侪人要出工。桃园机场南跑道伫初3早起10点开始进行年度的维修，敢若剩南跑道咧起工。早起跑道准备起飞无人机拢伫排练。就有人客讲，本来是要坐2点35分的虎航飞到仙台，到现场地勤讲无人机还伫天顶伫飞，等到3点半总算会当上无人机啊！一直等到5点外，这个无人机顶放上才讲跑道要伫整修，尾仔嘛6点外。讲到仙台机场时已经宵禁啊，航班直接被取消，人客讲规个拢乱去。但是我们实施日期，昨天的航班量刚刚报告是698班，所以事实上这个航行量是有比较高，所以可能以至于这个延误的情形比我们原来预期会来得高。同公司统计，昨几天受影响的航班，前半点钟内有10%，是1点钟内有11%，2点钟以上有10%，因过5成3原则上无去前调。维修时间会缩短变2天，在今天晚上12点前会全部把它维修完。预定时间跟实际起飞时间就是超过4小时的话，它是可以理赔。那但是这个就是要看航空公司它的那个开立证明要怎么开。 就惊讲塌无人机的情形愈来愈严重，王国材决定讲，跑道维修伫明仔载一定要完成，避免佫影响到航班的调度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